真好。爸，拜过来，我问你，这张照条是毋是你亲手写的？恁爸唔捌你人话胡啊啦！好，我问你，你当时要还我这条钱？有啦哈！等下，春姐姐，谁都袂当离开这。我上要离开，我无讲要离开，等我行个走，我来遐行。歹势吼，爸，借我发挥一下。坤的啊，我是因囝啦，对唔对？啊，阮老爸若欠你的钱，这做囝的人应该代替老爸还啦。看欠偌济，你甲我讲，我替伊还嘛紧。好，你讲得真好，家己提去看卖。这拢总就是这样。哥，啊，顶个写偌济啊27万。讲台语啦。27万。啥物啊？爸，你是安怎搬哩济啦？闪较边啊！叫你闪无听哦。你这牌够大，你这无想老大，你做什么大？做什么人的老爸？一看那跋筊跋一个什么输27万，要叫你家都行，你这款代志你做得出来？你做什么人的老爸？你耍的，我说，你敢要点你？你白过就叫你插啊！我唔敢走，你不要！我知无我的代志，我来遐徛继续。闪！喂，啊，恁这条钱当时要还啊？坤大，毋是啊，我虽然做伊囝吼，但是你若讲小可钱就会用伊。你若讲2+7，我绝对替伊还啊。啊，一捆27万的，对毋对？啊，讲一句较实在的啦，人怎么阮老爸欠你遮的钱，人伊都放袂记啊？你嘛有够无意思的，你讲其实应该记号掉啦。啊是讲吼，人嘛有咧讲啊，讲欠钱就是爱互按嘛，啊若食按久就无含嘛，对无？嘛是爱含啦，爸。阿坤啊，唔慢呢，兄弟带搁互我款安5工啊，时间我来提醒你啦吼。5工，好，我就搁互你款咱5工。5工以内你钱若无还我就掠恁查某囝去赌枭。阿爸，我出头天啊咧，有人离开啊无啦？你三八查伊啦，袂就变阿金的啦。拜过来欠人20几万，啊无钱通我还人，人要连查某囝赌枭。都点哦，当天我差一点仔惊一下，歹错着。迄讨钱的偌歹咧，举一支刀金闪闪哦。哦，迄个5分想迄摆佫大啊，啊，搁迄个讨钱迄个管区内面的呢。安尼哦。哎，做人的时代若爱跋筊吼，时势都可怜啦。哦，讲限你5工啦，迄哪有法度啦？迄排骨咧，等哪有可能遐尼济钱啦？莫讲5工，50工哦，我看这声伊惨啊，嘛无法度啦。那伊惨嘛，这是应该，谁叫伊遐尼啊爱跋？上较可怜哦，就是那个查某囝啦。阿勇诶，哎呦，想袂到你搁这捌代志，安尼有影有较大汉啊啦。妈咪啊，人本来就是大人啊嘛，是你定定甲我当做囡仔的。要若安尼，要无妈咪啊来替伊还这条钱，你想啥款？啥？你要替伊还这条钱哦？是啊。妈咪啊，你若要帮助别人吼，我拢赞成；帮助伊，我反对。大小姐，哎呦，你讲有这款话就错了，就顶打呢。安怎？咱恁两个爸仔呢无小，危险救恁两个母仔性命呢。啊，你无共感谢，搁讲这话，迄讲真经我怨叹啊，我无钱，我若有钱哦，莫讲27万，270万，我换了共款甲斗3工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若救命迄点温情吼，阮会找机会去报答。啊，若即摆这个娇小吼，袂当替伊还啦。因若无吼，无小也教乖咧，伊个叫敢改会掉啦。阿勇啊，咱做人袂用安尼意气用事的。妈咪啊，你搁讲这款话，啊你既然人家坚持，你若要问我，你就免管我嘛，你就搁问东问西，问到一大堆再来你甲我我当首长，我看代志大条歹办啊，啊，即摆要安怎解决？免管，莫管。钱总，嘿，你去转来甲我探听看卖，探听看啥物人甲迄个啥物道的因爸仔囝较好，讲较有话。好，拜托伊去替咱做亲情。是，下官遵命。啥？哦，叫我去带迄个马做某。好啦，好啦。啊，
啊，就迄个吴太太吼，伊讲伊家己歹势直接来甲恁讲啦，啊，毋则拜托阮三个吼，啊来甲恁阿爸吼要做你的亲情啦。这这句那句，哎，对，咱是好朋友呢。咱讲有好东西要介绍给好朋友一起来分享。这个吴小姐吼是脾气较歹较娇一丝啊，人生都水够好嘢咧。对啦，哥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呢，你着好吧？我再讲，你紧带，嘛较好嫁啊。对啦，倒单，咱遐侪人你讲前，我跟你讲，你若答应这门亲事，以后吼，你食清闲拢免烦恼。用的讲的吼，讲一个较臭味，坐咧食倒咧放。我坐咧食倒咧吸，啊，阮变水的款。无，迄个意思讲享受荣华富贵啦。享受啊！听买无？我唔。啊，囝，莫安尼啊！啊，恁吓规半世人去啊！你若答应我，嘛有通啊现我后半世人看较好过呗。好啦，爸，唔通安尼拜金主义啦！若讲咱这口罩吼，准讲三代无烘炉，四代无地沟，我也袂去带迄个查某来做某。是啊！你讲你三代无烘炉，四代无地沟，你都唔带我这款查某做某？ Yes sir， 来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注意来看卖这查某囡仔造型。哎呦，前曲水后曲龙背，双头边啊曲厝边头尾，人下骹底。伊家仔讲我迄个胭脂红红呢，也若无过12咯吼，亲像这 A 的身份哦。头拉区司机唔知影看到多讲爱。哎呦！是啊，你也看卖啊咧！这只讲哦，前看富安，下看倒单吼，狗看吹狗咧，鸡看拍过，鸡死人看走门空底。哎呦，你这300支、200支，配嘴烂开，看死蒙起来，搁黏 T T， 哎呦，丢！你臭仔！